台南市会第4届第5次临时会开议，除了要审查113年总预算甲38件店付款案，嘛因为3、4月是上会好时节。开幕第一天，议长邱丽丽伫这些议员陪同，嘛做伙来行销蓝电、白河办集会等遍地开会会海，希望民众把握机会。同时记者会现场嘛准备有瓜仔岭汤仔鸡、新芽豆菜面、东山咖啡以及咸水意面等伴手礼，邀请大家喝康到小报。台南400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，除了2024的灯会在台南之外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到西北地区的花海是最漂亮的。除了我们台湾的台南的蓝展国际蓝展，现在还在后壁举行当中。另外呢，我们今年的木棉花白河林出皮的木棉花也提早开放了。现在3月2号，我们的那个木棉花季即将开始。那我想，我们台南的美丽的风景是无处不在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行这个春暖花开实在好行，邀请我们台湾每一个地方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到我们台南赏花，尤其我们 K8的花是上介水的。每一摆议会临时会，摊议员拢有出席的时机，做伙来行销台南的农特产，希望借着议员的人脉，吸引更较侪民众来台南佚佗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。